昨天520丈母娘大婚，我孙子就带着你给他做的那只手镯，喜欢吗？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，那个丈母娘啊，竟然送了他一对。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他的狼外婆比下去，所以今天我把我压箱底的东西带来了。这是不是那个铁公鸡买的？买了嘛就不叫铁公鸡了哇！你给我打个挂件。打个什么样的挂件？奶瓶。什么样的奶瓶？就是这个东西啊。你不要老是笑嘛，你笑的你笑的这么暧昧干什么？能不能做？能做。这是你的陪嫁吗？有多少钱的来的？上你来刚来嘞，老刘一个板油啊！我想要做奶瓶了，饮水思源，我要让他知道他的人生第一口奶。怎么了？用的是我买的奶瓶，这奶瓶是圆咕隆咚的，为什么要剪成一片片呢？要成型把手啊！把手不重要，最主要是这个东西。一会儿看效果。哎呦，这么多金条啊！这不能随便看的，顾客放这里的。看来你们生意好的不得了啊！我们都预约到6月1日以后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又在敲了？我所有的产品都是敲出来的，敲的越多，你手上的钻戒越大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基本如此。哎呦，快好了吧？差不多了。不是，你手指，你不看的，你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你让我看看的。哎呦！小戴姐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这上面能不能刻字啊？可以的。望子成龙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白白胖胖。你怎么老是和别人不一样呢？一样了，那还是我嘛？怎么样？白白胖胖，不知道你孙子会不会喜欢？一个副总监，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他骨髓深处那白眼狼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，听明白了吧？哎呦，这是你女朋友送的啊？不要乱说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这是我丈母娘送的。啊，是你丈母娘为你送花了，不要难为情，快进讲。真是反复。那我都来3回了，应该是你丈母娘团团长了吧？何止团长，你可以当市长了。